各位好，最近英国移民圈有个大消息，普通移民通道呢一直在收紧，可政府却专门给高端人才开了绿色通道——全球人才签证。首相呢甚至在考虑取消他的申请费，这个力度真是少见。这个签证的优势特别多，一步到位，给了5年有效期，不用像工签那样3+2续签，到期满足简单条件就能转永居。不用绑定雇主，拿到签证之后全职、兼职、创业都能选，职业发展呢完全自己说了算。国内就能申请，没有高学历、语言成绩要求也不影响。配偶和孩子呢还能够一起去，孩子呢能免费上英国公立学校，全家呢享受当地的医疗福利，政策稳定性也强，是现在移民英国很稳妥的选择。像数字科技、学术科研、文化艺术、商业创新领域的人才都特别适合申请。英国现在呢正重点抢高端人才 ，GTV 就是当前最稳妥直接的永居路径。想知道自己符不符合条件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咨询，早行动才能抓住机会。